小犬风台海上警报伫11点半解除，这风台对屏东的恒春半岛造成严重的灾情，满洲乡全乡大停电，目前嘛无水，阁无信号，台电是继续的抢修，望国民党赶紧来恢复供电。满洲乡有一条对外道路淹水，车是无法度行。当地店家是讲这是今年上严重的风台，望讲政府会当来斗3工。总统蔡英文早起伫屏东参加升级消防员的讲座，嘛伫下晡去满洲乡勘灾。土山水一直对水沟内面冒出来，规个路淹水淹到半个日才悬。这是要通往屏东满洲乡的其中一条对外道路。桥头路因为小见风台的大雨淹水，车无法度过。改行新庄路，台电正伫咧新庄路进行抢修的工作，甲长期的电火条刷走换新的。台电的工作人员找到冒着大雨继续抢修复电，小间风台对屏东地区造成严重的灾情，满洲乡大停电，连续2天无电，43支电火条派去。预期今天之内能把这40几支给重新恢复送电吗？我讲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。今天好，不管怎么样就要拼了呀。所以又包好这种天况这样子哈，原本如果说像昨天天气比较好一点的话，还比较好解决。满洲乡即马无水无电，通讯未通，停班停课，情形真严重。店无法度做生意，伫咧处理善后。这边风台灾情严重，影响生活，希望政府斗3工。灾情很大，第一个没水没电啊，第二个有没有像我们这是租的房子啊？你可以看里面，里面全部都是灌水啊。满洲国中的天棚和风台规个吹走。本来要当作居民的收容所，和分水岭部落62个人来遮住，淹过风台带来大风，找5甲活动中心规拢破坏，造成真侪所在淹水，只好赶紧甲居民安置到饭店。国军也派人进驻满洲乡，协助好好进行灾后重建。这边因为风灾的关系，把我们整个屋顶先走了，所以到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落雨的这个状况，就室内的空间变成没有办法让乡亲来避难使用。伫咧垦丁龙盘公园边的军方雷达站，有一个球形的雷达挂，互风台吹到破去，碎片也甲规死过。空军再去派人来清理，讲伫内面雷达的装备，伫咧风台警报进前就已经撤离，无人伤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